我本身就係諗住同媽咪做一個定期嘅大腸檢查㗎咋，點知醫生同我講話，佢發現有啲唔妥，要即刻做切除手術，成件事實在嚟得太突然啦。喺等緊 CT scan 化驗報告嘅時候，我喺度諗緊想要多一個醫療意見，但係又擔心緊費用方面喎。喺好迷茫嘅時候，好彩諗起幫媽咪買咗一個 Sun Life 永明高端醫療保險，仲即刻揾咗佢哋嘅理財顧問傾下添。病人你知碰到呢個問題咧，一定會係好迷茫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嘅服務咧就係俾一個第二醫療診斷佢。咁我哋揾咗一間醫院嘅癌症醫生去睇完之後咧，就結果好不幸咧，就真係癌症。咁但係當時個病人又開始擔心個費用問題，咁我哋就用免找數嘅方法咧幫佢處理晒，可以好順利入院做埋手術咧，一切費用咧都係由保險公司預先批核咗。大概3個工作天左右啦，喺媽咪入院之前就已經批咗住院免找數，真係可以令到我同媽咪可以無後顧之憂咁安心處理病情。好高興你媽媽已經出咗院啦，唔使多謝我，多謝我哋個醫生部啦。購買咗指定嘅危疾計劃或者高端醫療保險計劃嘅客戶，可以透過我哋嘅醫生保專上醫療服務24小時服務專線，協助安排預約喺香港嘅專科門診、醫生轉介、日間手術同埋住院，為客戶尋找更合適嘅治療方案。若果客戶確診由醫學專家診斷嘅合資格病症，可以向香港嘅網絡醫療專家尋求面對面嘅第二醫療意見。醫生保更加會為合資格嘅客戶提供免費嘅全面癌症基因檢測，有助提供更精確嘅診斷，從而定製個人化嘅治療方案。